听说被劫的秀女是国公府上的，还是刚认的义女。国公倒是一副柔肠，是不是送到了王宫门口，忽然觉得舍不得，才想出这么个主意？当然不是。别说是一个义女，整个太院的人都是王上的人。臣确实是失察，但绝无包庇之私。请王上给臣几日的时间，定能抓回劫匪，平息盛怒。那就辛苦国公了。国公府里也进了刺客，又被放了火，现在也是在满城的抓人，怕是您忙不过来吧？唉，国事大，家事小，国公平常还要忙于王庭政务。今天这件事儿，就交给张鹤年去查吧。但凭王上意思。哦，对了，张鹤年要查，就得用人；要抓，就得用兵，那自然少不了银子。既然他奏书上要了钱，就批了吧。王上，抓劫匪和要军饷是两回事。国公啊，国公，这太渊的王是谁呀？是你，还是我？难道你以为是你齐振把我扶上这个王位的？从此以后，太渊都得看你的脸色。你别忘了，王庭不是只有你一位权臣，更不是只有你才有兵权。多谢王上。国公累了，赶快回去休息吧。谢王上。报！宫外发现秀女宇文子，现已将其抬入宫中，听候王上发落。现在人呢？回禀王上，秀女正在殿外候着，只是晕了过去，由贴身丫鬟看护着。快宣进来。是。宣。怎么回事？回陛下，宇文姑娘被劫后，我同侍卫们追了好久，直至外湖边，见那贼人像是认错了人似的，把姑娘丢进了湖里，我们这才有机会施救。只是可怜了姑娘。竟有此事！怎么会这样？快，来人呐！快把太医传来看看。王上诏有。国公，医圣宗岳不是在您府上做客吗？是，倒不如把他召来，想必国公也比较使得惯自己人吧？使得惯，使得惯。公子，您刚才这场戏演得漂亮，您看看齐振，被您吓得话都不会说了。真气假气你看不出来啊？有人动了我的人，我却不知道。真生气了。当初要不是我护着他，他能有今天？下去。
竟然在朝堂上训斥我，拿张鹤年压我，他以为自己是什么东西？义父息怒，他就是我扶上去的一个傀儡。云恨不当说，可这是太渊，傀儡再无用，王毕竟是王。你在提醒我，他姓轩辕。不敢。是啊，他姓轩辕呐。忍得了一时之气，才当得了一世之事。今日之事，没那么简单呐。义父怀疑劫人一事是轩辕明安排的。不错，这样一来，他就可以把罪责都推到我的头上，同意给张鹤年拨饷，也就水到渠成了。他竟如此奸猾！不但奸猾，而且猖獗。再这样下去，恐怕此人越来越难以掌控啊。那宫中的耳目，虽然有曹成替我们打探消息，可那毕竟是隔着一层，还得想法子好生看着他。是。五哥哥，五哥哥，张王爷。听说国公府送去的秀女被一个绝世高手给劫走了，我猜啊，一定是五哥哥你救走了扶摇姐姐，对不对？是啊，张王爷，扶摇姐她现在在哪儿啊？扶摇另有安排，她不打算离开国公府，她要进宫。为什么呀？宫里那么危险，扶摇一个人能行吗？王宫并非你我可以随便出入，扶摇一向机密，一个人可以应付，更何况你为她换过脸，应该会没事的。你这是要干什么呀？我还有事要办，本打算救了扶摇，偿了他的人情，就离开太原一阵子。现在扶摇不需要我来过问，我打算马上动身。这些金叶子，你们拿着，会用得着。谢谢五哥哥。好，你去哪儿，我们就跟着你，路上也有个照应。不行。为什么呀？云大人，宗先生在吗？先生午睡，命谁都不得叨扰。无妨。不知云公子找我何事？国公的义女宇文氏今晨被贼人所劫。哦，可是那夜大火未死的宇文氏？正是。所幸被人救回。只是受了一些惊吓，还劳烦先生帮忙去看一下。既然云公子都开口了，那宗岳自然恭敬不如从命。清风，把我的衣箱送去。是。撤！撤！就送到这儿吧。可是我说过的话不喜欢再重复。五哥哥，这么远的路又那么危险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去。就是因为太危险了，我无暇顾你，带上你只会是累赘。可是那地方不是你该去的。我知道你是怕我危险，还整天一副凶巴巴的样子，眼睛瞪得跟个青牛一样。你就不能对我好点吗？我这次离开，千万不能让太原和天煞的人知道，万一走漏了风声，你就再也见不到我了。五哥哥放心，雅兰珠绝对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
现在太原城局势难辨，是个是非之地。我不在，没人管你生死了。你要是觉得危险的话，就先回琼叶去，不用等我。这6年来，陪你跑遍了整个五州，哪有什么应对不来的？走了，走。那日府中大火，不知可有贼人的消息？哼，那贼人与其同党，第2日便已全部抓获。哦，不知是哪伙贼人，竟然如此大胆。都是些臭名昭著的江洋大盗，也不知一时迷了什么心窍，竟打起国公府的主意。不过国公已命人将他们全部斩杀了。全部死了？是啊，这人死，也就不会节外生枝了。云公子办事利落，是国公之福。这么晚了，云公子找我有什么事吗？可以进屋说吗？今日府中上下捉拿刺客，刺客身上有伤，极易辨认。不知先生可否让在下检查一下手臂？你猜的没错，我就是你要找的人。那还请先生随我去见国公。你就不问问我，为何如此轻易就承认了吗？这其中的隐情，先生还是自己去向国公陈禀吧。若我说的没错，你真正的生辰是伏月初4，今年19。什么意思？你入府15岁，老管家亲口告诉启琛，你是他的亲侄子。可他为什么临终前又告诉你真正的生辰，还让你不要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你的义父启琛？再多说一句试试。你这么多年一直打探自己的身世，可有消息？你究竟怎样得知他？我恰巧知道一段陈年旧事，兴许与你的身世有关。不知公子可否愿意再耽误办盏茶的功夫？早年间的文艺世子，公子可曾听闻？当年文艺世子战功赫赫，但却忘怀不臣之心，觊觎太渊王位。如此不忠不孝之徒，被赐了满门超臣。此事在太渊，自然是人尽皆知。若我告诉你，事情的真相并非如此呢？文艺世子誉满天下之时，仁宗王正当壮年，世子骁勇强干，必予讥讽。太原百姓只知世子，不闻仁宗。宫中又总有些小人谗言，仁宗的疑心就越来越重了。后来见人设局陷害世子，仁宗王就再也容忍不下这个功高盖主的储君了。
可能！我自幼被人遗弃，不够拥有再造之恩。认罪作父的日子过惯了，血脉里的东西都忘了。也好，若你觉得我刚才那些都是胡说，此刻便押我去齐镇那里吧。邱先生就在城南做唐人，可以找他求证。宗先生到了。宇文姑娘，宗先生来给您看病了，还请开门吧。进来吧，这边请。没想到再见竟是公主啊！你认得出我啊？瞧你这张牙舞爪的样子，除了扶摇还能有谁？早说呀！哎，说起来啊，我近日头疼得很，稍微一动头就要裂了。我看是被驴踢了吧？我给你扎几针就好了。不必了，别客气，别客气。你今日又耍什么花样啊？为何把我传进宫中？我这不是担心你吗？想看看你是活着还是死了呀？你再这么折腾下去，我真的离死不远了。你是医生嘛，死人都能让你救活。你若是哪天死了，我肯定不会向阎王爷要人的。哎，你这个人，我好歹也替你传过信吧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你怎么不问问我的情况呢？如今你都躺在他后宫里了，我还需要问什么情况？兴许是你被他说服了，留在宫中做他的内应。至于我交给你的东西，只要到他手上，其他的就不用你操心了。我真的是担心你的安危。我真的是因为那一天你替我挡了一箭，我心里不安。你想啊，这国公府危机四伏，我们就算不是朋友，也共过生死嘛。你好歹也慰问慰问我嘛。好了，你若真的觉得不舒服，我就替你诊断一下。怎么了？我是不是命不久矣？是啊，活不了多久了。幸好有这灵药，用了它就没事了。黑色的救人的，白色的杀人的，朱红色的，你用之前得问我。那这朱红色的是干嘛的？这脉象似生似死，怎么这么诡异？扶摇姑娘那日被掳走，公子心急如焚。可如今扶摇姑娘已经在宫中，公子是否要去探望一下扶摇姑娘？你看上我了？找到他，否则五州会因他而再度万劫不复。不急在一时，来日方长。五哥哥，五哥哥，
一天到晚满脑子都是你五哥哥。你现在连人家在哪儿你都不知道，你一个人单枪匹马的怎么去找他呀？离开太渊，往北就是天煞，我准能找到他。可你不答应了，在这儿等他回来吗？你干嘛还要去找他呢？答应是答应了，可这么多年，我都习惯追着他跑了，让我一个人坐在这干等着，受不了。可是，这一路上这么危险，你一个姑娘家，万一被人欺负了怎么办啊？谁敢欺负我呀？都是我欺负别人。怎么样，要不要跟我一起上路啊？天煞冰天雪地的，还有太原没有的山货吃，挺好玩的。真的吗？骗你干嘛呀？那里啊，一年四季都是冬天，能滑雪橇、踩冰刀，走到哪儿都有山路吃，还有糖水做的冰果子吃。我保证你啊，这辈子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。那好吧，我不行。真是令人期待啊！你不期待？主子唱戏，奴才听戏便可。你呀，越来越会演戏了。选秀女。今日，本王选妃，特意召你们来，替本王出个主意。皇上，选妃事大，臣等岂敢僭越？就因为是大事，才特意找你们来，替本王定夺啊。宣
秀女进殿。皇上，都是些不错的美人啊。下回本王唱大戏，不愁没人对戏了。你站到前面来。叫什么名字啊？臣女唐芷蓉，见过王上。她是定远将军唐伯年的女儿唐芷蓉，年17。定远将军呢？王上，定远将军唐伯年常年戍守边关，乃太渊一大功臣。这样啊，那国公觉得哪位好，本王便选哪位。选妃这等大事，王上还是自己拿主意啊。那选了。谢王上。下一个是谁啊？臣女陈香谢见过王上。回去吧。是。臣女宇文。哎，怎么还有那么多人啊？王上，这位秀女是北境宇文。哎，行，家风，把玉牌送去给国公。国公觉得哪位好，本王便选哪个就是。是。皇上，莫要跟臣开这样的玩笑。国公请。王上，这是折煞臣了。国公，你客气什么？这选秀虽然是后宫之事，但是也关乎前朝。国公一心为国，替本王选最合适的妃子，自然也是当仁不让。臣不敢。你。既然如此，本王前面选的全部作废。今日，本王便开一个先河，传如意。别着急，有，来，别着急啊！哎，这个糖人儿好不好看呢？哎，这个呀，给你们两个吃啊！你们两个吃这个啊，拿着吧，拿着。哎，这个呢，你们两个吃。哥哥，等等我！快点，邱先生又在吹糖人了。快来，今天要哪一个？邱先生，这个给你，拿着吧。啊，好，这个给你了。小公子啊，想买糖人吗？小公子还和以前一样，只是瞧着，宁可花了也舍不得吃啊。邱先生，各位姑娘稍安勿躁，
皇上说了，一会儿玉如意转到谁，谁就入选后宫。你们等着听宣便是了啊！哎，哪有这样的道理啊？咱们太原历朝历代还从未发生过这样荒唐的事。那历朝历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，现如今咱们王上说了，那咱们底下的就该这么办了。走。岂有此理！我们西平郡王府出了3代王后，我还从未听闻是转玉如意给转出来的。你笑什么？我看啊，是有人秃子带花，干急没法。你骂我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以后大家还要在宫里做姐妹呢，别伤了和气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不过是个庶出的，别以为方才王上点了你，你就配和我称姐妹。是啊，你说，这嫡出的都没被点，怎么配和我们做姐妹？你这个野丫头，看我不撕烂你的嘴！瞧你这被驴踢过的脸，我要是你呀，绝不敢出来吓人。姐姐，干嘛？你嘴，我嘴怎么了？你今天当真是个好日子。高家小姐刚许的愿，这就实现了。姐姐这脸可真漂亮。选妃乃是大事，如此儿戏，不好吧？我让国公选，国公不选，我只能让老天选了。选到谁是谁吧。宣唐芷蓉、简雪、宇文子、傅嘉仪、纳兰晶、陈香谢、张婉婷、刘玉琪进殿。没有我，怎么会没有我？没有我。高姑娘可惜了，就算芷蓉想高攀玉姑娘做姐妹，怕是也没这个机会了。公子，请坐。啊，你看，你。宗岳说，当年卖主秋容的是你。过去的事情，大公子讲的都是真的。为什么？二公子，你可知道15年前那道王令上写的是什么吗？世子府中，不论男女老幼，官衔贵贱，格杀勿论。这是什么？啊？这是要断了文艺世子与太渊的最后那点念想，是要绝了他的后啊！
可你还活着。是，我活着，我还活着。世人都戳着我的脊梁骨，骂我是叛贼，骂我卖主求荣。可他们谁能明白？那个时候，我如果不取得齐振的信任，我如何能够保全二位公子的性命？那年那场卖主求荣的戏码，那是世子托付给我的最后的一件事情啊！我就算背负千古骂名，也绝不能辜负。今日本王看了那么多，论长相，论气度，本王觉得你最好。多谢皇上夸奖。该赏你什么呢？就封作贵夫人吧。谢皇上。起来。皇上，咱们太渊的规矩向来是从秀女中，同时册封贵德淑贤4位夫人，再从中确立王后人选，尚无单独赐予封号的先例。你，报上名来。臣女简雪，父亲是汉文院翰林简深。臣女宇文子，父亲是北晋南州县丞宇文坚。宇文姑娘是国公的义女。哦。那好，我看你们两个也挺顺眼的，不如就这样，你呢，封作德夫人；你呢，就淑夫人吧。其他的，通通封作才女。谢皇上。谢皇上。恭喜皇上，贵德淑贤4位夫人选定了3位，还差1位贤夫人，今天就到此好不好？其他的改日再议吧。啊！皇上，想不到选个妃这么累。江枫，扶我回宫。是。选妃之事兹事体大。好了好了，有什么事等我睡起来再说吧。啊！二公子，邱先生，二公子。
至今，为的就是能让公子知道自己的仇人是谁，切不可心慈手软，更不可认贼作父。